屬鼠嘅你今年係咸池桃花生肖喎，咁咸池桃花係霧水桃花，咁如果已經有感情嘅咧，霧水桃花咧就人緣好喎，不過唔好變三角關係就得啦。咁如果單身嘅你咁就正啦，霧水桃花就多啲嚟密啲手，通常嗰年嚟嗰年走就唔使負責任嘅。不過如果你想長久感情咧，今年就比較難少少啦，一定要過咗呢2015拖到2016，你嘅桃花先可以變真桃花㗎。咁其他咧空星有小耗，小耗小破財，咁嗰樣嘢好中意啊，又唔捨得買嘅，咁今年小耗喎就趁住咁樣買咗佢啦。咁仲要喎，今年又叫做太歲雙穿，太歲雙害是非比較多，但係因為有桃花星又有是非星，咁桃花星力大少少，是非唔使理佢啦。咁仲要空星有死符，死符小嘅疾病唔係好大問題嘅啫。不過要留意喎，因為2015咧就係胃腸流行疾病年，咁屬鼠嘅你咧原都有少少嘅影響喎，尤其農曆3、6、9、12呢4個月飲食要小心啲，唔好亂食嘢喎。咁運氣方面咧，當然係寒命人依然好啦，今年最後個好運一年咯。不過如果想新嘅發展要三思而後行，可能唔夠時間啦。咁熱命同埋平命人咧，等到2016嘅秋天就開始轉運啦。